今年50歲嘅梁先生，高中時開始出現腰同埋腳痛，初頭以為自己拉親，靠打針同藥物止痛，但痛楚冇改善。幾年之後，右邊腳更加要換人工髖關節。佢後來求助風濕科，經過一輪檢查，確診強直性脊椎炎。其實成身都會痛，尤其是隻腳係行唔到嘅。由床行去廁所咁都要行成2-3個字，即係譬如你瞓下覺咧，譬如啲神經一喐咧，就會成個彈醒咗噶啦。強直性脊椎炎係自身免疫系統疾病，患者嘅脊椎、底骼關節同埋髖關節等都會持續發炎，大大影響活動能力。醫生建議佢要注射生物製劑，減輕疾病帶嚟嘅症狀同埋不適。生物製劑價格昂貴，喺扣除撒瑪利亞基金資助後，佢舊年都要自費2萬蚊。隨住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實施，撒瑪利亞基金申請資格放寬，梁先生由去年自行承擔2萬蚊，減到今年只需要自行負擔1000蚊。好大幫助添，2萬蚊同1000蚊，有咗基金爭好遠，隻藥真係幫到我嘅。冇咗痛症之後就行路完全冇問題咯。好似梁先生咁需要長期治療，以致要用到昂貴藥物嘅病人，喺風濕科好常見。咁講緊風濕嘅疾病呢，都係一啲長期嘅疾病，冇辦法話完全斷尾。我哋嘅病人都要長期接受治療跟進啦。咁而且過程亦都有機會話病情發作唔穩定，咁一路要食住藥咁樣。咁一個漫長嘅治療旅程呢，對於我哋嘅病人嚟講，佢哋嘅身心啊或者社交生活啊，都可能造成一啲嘅影響，需要支援。撒瑪利亞基金申請資格放寬，對病人同醫生嚟講都係一個好消息。一般嚟講，頭先所講嘅生物製劑啦，或者口服標靶藥物啦，都係需要病人自費嘅。咁而呢啲藥物往往呢嗰個藥價都非常之高昂嘅。咁有啲時候可能幾千蚊一個月啦，甚至乎有啲時候要超過1萬蚊一個月都有。如果我哋嘅病人真係出現咗經濟困難，咁我哋亦都有個機制叫做撒瑪利亞基金，可以支援住我哋有經濟困難嘅病人，可以公平地接受到一啲有效嘅治療。咁亦都見到好多病人真係受住個病情嘅困擾，傳統嘅藥物真係效果唔明顯。咁對於佢哋嚟講，持續嘅發炎會令到佢哋造成關節或者器官嘅損傷。咁我哋好想預防到呢一件事情。咁當撒瑪利亞基金批咗之後，無論對病人嚟講或者對醫生嚟講，其實都舒一口氣。喺過去1年嚟講，其實喺博愛醫院風濕科啦，咁都有近200名嘅病人咧，受惠於撒瑪利亞基金，可以用到一啲昂貴嘅藥物，咁去幫助佢哋支援佢嘅病情。咁科技日新月異，其實好多時候都有新嘅藥物走出嚟，而藥物往往新研發嘅都係昂貴嘅。咁為咗病人有更好嘅治療，咁其實我哋好歡迎就係有一啲更好嘅方法，可以俾更多嘅病人受惠，用到更多嘅新藥咁樣。喺2024至到25年度，獲撒瑪利亞基金資助嘅個案多達13000幾宗，當中藥物開支多達10億，佔總開支80%。而基金嘅經濟審查準則亦配合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同步優化，病人獲益更多。